还来？对啊，刚刚没有发挥出我真实的水平。你慢点儿。放心吧，走吧。学姐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再稍微往右边挪。啊，好。我后悔了，我不想载你了。来不及了，哎不，你腿太长，你拖地，我载不动。悬空了。那你太重了啊！你太重了。你也不轻。我告诉你，你很快就没有女朋友了。救命！一会儿吃饭我再来接。谁也想错了。法医秦萌。秦萌，是那个写推理小说的法医秦萌。啊！我超级喜欢他的。什么时候在哪报名？我要去。这次啊，是针对法医系的讲座。这么小气啊？那你们讲座在哪儿？我能不能偷偷去门口蹲着？或者你可以考虑跟着我转系。你这么一说，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是鸡还是狗？这句话的重点不应该在“嫁”这个字上。我先去上班了。手腕跟脚踝都好好活动一下，一会儿是肩膀，多转一转啊！你把我当新手对待呀？你都1个月没来训练了，多动一下。一会儿啊，让你见识见识本球星的风采，帅哭你！你不吹牛能死啊你！准备好接受我的魅力了吗？我一拍打散你的魅力。小吴同学，有点飘了啊！来，市长好，市长好，市长好。市长好。还练吗？练。来，社长，咱是不是该换批新的羽毛球了？哦，好，我去申请经费，但以后申请经费的事就得和谢医生说。啊，行，去训练吧。好。